喺500年前，耶布斯城仲未係大衛王統治下嘅以色列首都，但上帝喺《申命記》12章11節已預言：但你們過了約旦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神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安然居住。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今日你企喺上帝好耐之前為佢個名而選擇嘅居所，全世界都公認以色列擁有最先進嘅考古發掘技術，以致能夠發掘出大量寶貴嘅文物。大約130年前，英國考古團隊由 Charles Warren 帶領下抵達耶路撒冷。由於奧斯曼帝國嘅穆斯林當局唔准許喺有圍牆嘅城市內進行任何嘅發掘，佢哋就被逼喺圍牆外進行發掘，因此發現咗今日耶路撒冷城聖殿山下邊以南嘅地方。呢個就係大衛城起源嘅證據啦。龐大嘅發掘工程顯示咗大衛城昔日嘅輝煌，包括宮殿、官邸、猶太潔淨池、城牆、硬幣、水溝、西羅亞池等等。所有呢啲嘅遺跡都吻合聖經嘅記載。最令人興奮嘅係發現咗皇室成員嘅泥印章，印有希伯來話嘅沙番的兒子。佢就係聖經耶利米書第26章所記載，當時大衛王行政局嘅官員。呢一啲嘅考古發現同聖經所提到嘅事同埋現實都融為一體啦。喺幾千年前，先知以賽亞曾經預言話：錫安啊，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華美的衣服。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塵土，起來坐在位上。錫安被擄的居民啊，要解開你頸項的鎖鏈。就喺呢一度，上帝嘅話語變得生動起嚟啦。因為幾百年嚟，呢一度一直都冇人重視，而家曾經被人睇唔起嘅地方，漸漸喺考古發掘中被世人重視啦。喺希伯來文中，耶路撒冷嘅意思係和平之城。Yerushalayim 呢一個嘅名第一次出現喺聖經創世記第14章18節。亞伯蘭擊敗5國北方國王之後，佢翻嚟嘅時候，聖經就話啦：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着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嘅神賜福與亞伯蘭。在至高嘅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是應當稱頌的。呢一位神秘嘅撒冷王麥基洗德係邊個呢？佢個名嘅意思係正義之王。佢係一位冇世俗家譜嘅上帝祭司。喺適合嘅時候，佢祝福亞伯蘭，同佢分享聖餐。聖經學者同埋早期嘅使徒認為，舊約聖經所提到嘅麥基洗德就係基督嘅預表啦。麥基洗德嘅出現，俾我哋明白基督係一位完全、永遠嘅大祭司呢一個嘅事實。今日你睇到麥基洗德首次出現嘅地方，聯繫住呢一個偉大嘅真理。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